文字扫描器要使用文字扫描器。在地左右，以其纯德不以如天也。故人崇可以处理50几种文字呢，那那中文、英文都有办法吗？此易经之称君子独多，而与圣人先王并也。多种多国的文字印在一张，有办法处理吗？有嘞，那个影片上有嘞。以其纯音也。在卦位焉，自出爻之上爻，在商店有了。其序痛也。在气数焉，阳者上行，阴者下达，故自上而下，其道义也。而有先后天。扫描按扫，现在提倡吃素了啦，提倡素食环保救地球，防新冠肺炎。新冠肺炎病毒会依附在动物性脂肪，所以要提倡吃素了。万一有那个万一有那个按比的修改，则以后天之气，纯一一阴一阳之道，后天之序，纯本一奇一偶之术，故坤从偶而行阴，以全于前，而六爻之象，乃有升降往来之别，六位之次，乃有顺逆分合之殊。此言坤卦所当之也。不独坤爻不是，凡出于坤者皆从坤，亦由出于干者之从前也。干者至简，而坤则繁；大部分对还是有一些字错。干者至大，而坤则狭。欲明坤用，必通坤爻。出现简体字。爻虽自下起，而用自上始。位虽自出力，而行自高降。盖卦爻者，象其物也。有形者也，有居者也。气与数，则不可居；道与理，则无定形。故坤之爻，有表里之殊，与来往之道。坤之位，有主客之殊，与顺逆之序，各相衔接，以成变化，欲明其故，宜先以干为准。坤本不用，不晓得是什么字。而用者，待干者也。故坤之用，皆干之用，则其本体在内，而外所见者，皆同于前。故爻人与干无殊，而序人自下而上也。所要留意者，须知其间别有坤之序在，不得以表乎理，以克这字没有进去啊，其数怎么会这样啊？其象皆包两种，唯一以变化为重，故取从前以论坤用耳。坤之大用，即六爻之象；坤之正道，即六位之意。此言卦爻，必以爻位为本，而言得用，则以坤卦意义为主也。动之先有静，行之中有气，往者有来，这个字不晓得是什么。升者有降，随干者有一乎前。交干
者有反于前。此阴阳之所以分，乾坤之所以别也。以人象之，男女之谓也；以物象之，雌雄之谓也。其位有诸客，故其志有内外，其方有顺逆，故其数有消息，其道有动静，故其行有也可以参考莎士比亚名言录啊，莎士比亚名言录，按保存，也可以 PDF 档哎，你看，可惜是文件呢。哦，有广告。